點解我叫香港嘅朋友唔好喺珠海嚟買樓呢？其實好多啲香港嘅朋友以前會覺得上車難，不過其實呢，如果喺珠海你冇呢啲咁嘅方法論去買樓，你落車仲難。咁今期呢，我會通過呢個六大思維嘅誤區，非常之特別，好唔好啊？如果你冇聽過嘅話呢，我相信呢，如果你買樓中招，一啲都唔誇張嘅。同埋呢，今日嘅內容呢，都係好特別嘅。因為好多啲中介講過啊，好流啊，好冇水平嗰啲咧，大家都知啊，我唔會中意講嘅。OK，你都了解我風格嘅，所以咧今日我會用個好特別嘅角度，同你哋分享翻喺內地同埋香港買樓嘅區別究竟喺邊度，同埋呢一條片咧，保證你哋睇完之後咧，基本上都唔使睇其他嘅 channel 嘅內容啦。其實《金剛經》裏面就講過啦，凡所有相，皆虛妄嘅。咁稍微有了解過佛學嘅朋友就應該知道啦。人呢有六根啊嘛，眼耳鼻舌身意。咁其實呢一個呢都係我哋認識世界根本啊嘛。OK， 所以呢經常我哋聽到人哋講咩六根清淨，其實都係咁嘅意思嘅。咁呢我哋其實呢普通人接觸外界嘅通道呢，都係通過呢六根，而六塵呢就係接觸咗之後發生嘅嘢啦。所以我哋先有意識啊嘛。所以其實呢，睇樓呢一個邏輯，我個人覺得呢都係共通嘅，因為其實萬事萬物呢雖然都有區別，不過呢萬變係不離其宗啊嘛。咁好啦，有啲朋友聰明嘅朋友呢，其實都大概知道今日嘅內容啦。咁我就由呢六個方面嚟同你哋一齊分享下，我最近接觸到好多啲客戶啦，包括啲踩服嘅朋友，佢哋嘅一啲案例啊，我相信呢應該係全世界或者係全 YouTube 啦。我係第一個用啲咁嘅思維邏輯嚟分析樓市人嘅。咁當然呢一度呢，想同大家強調一下，佛學唔係宗教，都唔係迷信。OK， 我係用更加科學嘅角度嚟同你哋分享嘅。OK， 咁都係如果你哋呢覺得冇用嘅話，歡迎喺評論區度狠狠地 diss 我啦。嗱，眼色啦，其實眾所周知，香港大家都知道土地係好稀缺嘅，其實好多啲樓盤呢，基本上起得好密啊嘛。所以好多啲樓盤係冇綠化或者係一柱擎天嘅，所以喺香港無論係邊個地方，即使係元朗啊、天水圍都好啦，你但凡有大園林小區會所嘅屋苑呢，係非常之貴嘅。譬如咩沙田第一城啊、個 Wetland 啦，包括啲康怡花園啦、九龍站 ICC 等等。不過呢，好啦，好多朋友呢，好耐未嚟過內地，未嚟過珠海。首先大家知道珠海佢係一個旅遊城市嚟嘅。佢話咁電雞啦，所以空氣環境非常之好嘅。同埋呢，而家新起嘅樓盤其實都係啲番禺洋房，即係第三代住宅啦。所以好多香港朋友呢，或者澳門啊境外朋友慣咗呢啲咁嘅高密度嘅樓，第一次嚟到內地一睇樓，哇！見到啲裝修好豪華、好靚，景觀好開揚，即刻就落咗訂啦。可惜大家都知道啦，本身珠海呢個城市呢，街面係好靚，呢個係事實嚟嘅。所有嘅樓盤大大細細其實都好靚。不過呢，一旦你置身此山中，你睇到啲嗰啲樓盤呢，河景好靚，售樓部五光十色，就俾啲發展商嘅包裝蠱惑咗落咗訂，後期先發覺啦，呢一啲買之前先有，買咗之後就冇 ，OK， 你就後患無窮啦。咁呢一個邏輯呢，其實呢都非常之適合喺三鄉或者喺神灣買樓嘅朋友嘅。咁第二係耳根啦，其實大家都知道啦。香港朋友呢，喺香港其實好多嘅發展商名氣好大啊嘛 ，OK， 好出名嘅地段響當當，譬如話咩九龍站啊、日出康城啊，甚至乎新鴻基啦，好多人聽到呢啲咁嘅明星 ，OK 就即刻去埋單啦。咁但係呢，喺內地係咪咁樣呢？即使係珠海嘅龍頭一哥華發，係咪佢嘅所有樓盤都好呢？其實經常收睇我頻道嘅朋友就知道啦。華發我經常踩佢嘅，只要但凡同你講華發樓一定係 perfect 嘅呢，嗰啲中介呢，我覺得大家就存疑啦，係咪？或者係收到開發商充值㗎啦，係咪？因為呢，之前嘅十字門華富嘅質量，包括中山呢個玩具大王呢個樓盤啦，其實呢質量係根本係名不副其實嘅。咁原因喺邊度呢？呢度大家聽下娓娓道來啦。首先最典型嘅就係發展商嘅開發模式。我舉個例子啦，香港四大家族佢哋嘅開發模式係垂直嘅壟斷。咁喺內地譬如話萬科、碧桂園呢，佢哋係生態聯盟，咩意思呢？
我簡單咁樣講下啦，呢個就有機會再同你哋展開，我就簡單咁樣帶過先。舉個例子，譬如話新鴻基啦，咁新鴻基同埋長實咧，佢哋喺香港開發樓盤嘅話，佢哋除咗自己本身嘅自有嘅土地儲備，同埋咧佢哋自己係有旗下嘅建築公司啦，包括佢哋都有自帶嘅微管理公司。OK， 講白啲就係一條龍搞掂，咁樣其實咧容易管理，都容易把控品質。但係內地咧其實唔係嘅。OK， 內地係唔係啊？譬如話咧，萬科、碧桂佢哋係採用嗰種開發商嘅總包制。顧名思義咧，佢哋咧拍咗一塊地之後，佢哋嘅項目或者樓盤，佢哋要委託俾第三方嘅承建商或者第三方嘅裝修公司去同佢裝修樓盤，咁一層值一層。尤其係如果咧啲偏遠郊區嘅樓盤，佢哋要快速咁樣回籠資金或者快速咁樣起樓嘅情況下咧，問題就嚟啦。所以我經常同你哋咁樣講，我哋一定要辯證咁樣睇問題同埋睇樓盤，唔係話邊個開發商就一定好。咁當然啦，喺開發商嘅層面係咁樣講嘅。咁喺營銷，尤其係對你哋嘅層面嚟講咧，最常見嘅就係所謂嘅明星效應啊嘛，即係佢個明星好大，尤其咧好中意有啲樓盤中意請啲香港嘅明星嚟做嘉賓，係咪？咁當然啦，啲港星咧佢哋賺錢嘅，佢幫大家帶嚟娛樂咧，我覺得係值得讚揚嘅。同埋其實咧，我接觸過好多啲香港明星咧，佢哋敬業程度係真係首屈一指嘅。不過另外一方面，我想同你講係咩咧？明星都係人 ，OK？ 佢哋買邊個樓盤對你層樓有冇咩實質價值咧？啊，評論區俾我答案。咁其實咧，你哋都知道啦，香港其實生活係節奏特別快，尤其咧，大家對於金融同埋地產市場咧係非常之敏感噶嘛，所以但凡咧受到有咩風吹草動啊，或者政府有咩政策改動 ，OK， 新嘅基建啊，啟動樓市咧，大家包括個樓市反應就好快啦。但係其實大家知道，內地而家咧，無論政策又好，包括咧所有嘅貨幣政策又好啦，佢哋嘅節奏比較穩定，同埋咧有滯後性嘅。或同埋咧舉個最好嘅例子啦，譬如話當時呢個珠海港珠澳大橋開通嘅時候嘛，好多人咧就覺得條橋一通就即刻升。咁當然我從來冇講過啲咁嘅嘢啦，但事實上有冇咁嘅情況下咧？係咪？所以好多人咧就受到咗機會，就覺得咧好驚會走寶。OK， 但係咧其實我之前都有分享過呢個北大教授嘅觀點嘅，就係大家都知道內地嘅樓價，尤其樓市咧，佢係一個城市經濟發展嘅結果。即係如果咧你哋睇開個地方嘅長期發展，其實咧經濟佢自然會帶動發展企業。OK， 咁企業嘅員工收入多咗，自然會帶動樓價嘅，而唔係咧用呢個短炒或者摸貨方式，你諗住咧單車變摩托。其實大家諗下啦，當時幾多人就係因為急功近利，受到啲咁嘅受割，就俾嗰啲橫琴嘅政策水咗，買咗啲橫琴嘅低價公寓或者商辦公寓，導致咧自己血本無歸啦。咁蝕根啦，其實大家知道啦，港車北上啦，帶動最犀利嘅冇錯就係內地嘅消費，尤其係餐飲啦。不過大家都知道，其實咧內地而家咧食品工業化，所有食品平靚正，服務又好，人均50蚊就可以打邊爐。OK， 同埋識食嘅朋友咧，甚至乎走到去啲農莊食飯啦。我經常喺中山或者嗰啲珠海啲農莊見到好多啲香港澳門朋友啦。不過咧相反地，香港澳門人工高，如果想打個靚邊爐，起碼人均咧都要2嚿水以上嘅。咁好啦，呢一樣嘢其實咧都混淆咗好多人嘅視聽。咩意思咧？打個比喻，其實咧相信好多人都去過泰國玩過啊嘛，係咪先？泰國啲嘢食嘢又平又靚 ，OK， 當地嘅樓價仲要平到飛起嘅。咁有冇幾多？咁大家諗下，你身邊有冇啲朋友咧？就係當時因為啲物價平啊、旅遊景區靚啊，就買咗曼谷啲樓，而家咧血虧或者成為長期房東 ，OK， 自我安慰啦。其實我想同你哋表達一個觀點就係咩咧？大家一定記住，清晰好你嘅思維。買樓係買樓，食飯係食飯 ，OK， 千祈唔好食飯當買樓，買樓當食飯，本末倒置。因為咧呢一招都有好多啲中介咧，譬如好多啲朋友嚟內地睇樓啦，係咪？睇完樓之後帶你去食飯啦，加深你印象啊嘛，都係嗰個説話。呢啲同你買樓有咩關係？同埋咧，相反地，有啲唔熟悉珠海嘅朋友嚟到十字門啦 ，OK， 就話嗰度飲食唔就腳。不過其實咧，你但凡咧打開呢個美團嘅 Apps， 其實咧你哋最中意嘅咩淡仔米線啦、壽司郎啦，呢啲其實咧
基本上喺珠海你30分鐘內就送到你門口啦。但係咧，如果你仲堅持嗰啲咧，行街市見到人氣先要生活咧，呢一啲咁嘅心態咧，我覺得你就唔適合喺內地買樓，因為咧，其實你哋唔係見到有啲商業食街啊，見到嗰度人多餐飲旺，嗰度就叫旺；街區少人嗰度就叫鬼城，即係呢啲係肉眼睇到比較膚淺嘢啊嘛。因為如果按呢個邏輯嘅話，咁珠海井岸鎮嘅樓價係咪應該比十字門貴10倍呢？ OK， 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個地方嘅發展係靠企業、靠科技、靠金融，而唔係靠吉魚蛋噶嘛。OK， 咁當然啦，如果嗰個地方咧有京兆韻啊，或者嗰度咧開咗間新榮記 ，OK， 咁嗰個地方嘅樓價咧，我相信咧都唔會差到去邊嘅。同埋咧，呢度都俾大家少少一個直接嘅 tips 啦，去到一個地方定位改成嗰度，打開嗰個地方嘅美團 Apps， 你諗下30分鐘內，如果嗰個地方可以嗌到嘅快餐寥寥無幾嘅，你諗下嗰個地方係咪真係鬼城？咁呢一個區別咧，其實咧都係最容易理解嘅，因為咧都係嗰句香港寸金尺土，樓盤空間係特別細嘅。OK， 咁咧有啲朋友習慣咗即係空間緊湊啊嘛，同埋其實大家知道1000尺喺香港叫豪宅，不過咧換算成內地嘅面積其實就係100平方米啫嘛，所以亦都會令到好多人咧有一個認知偏差，嚟到內地有一個好大嘅一個驚喜，甚至乎咧有啲title 啦，咩58萬買3房呢啲咁嘅 keyword， 就令到好多未嚟內地買過樓或者係未嚟過大灣區人覺得，喂58萬又買大灣區贏硬嘅喎。咁呢度咧一定要從你哋再強調，珠海中山嘅樓價而家係 K 字形嘅走勢，你買錯地方就係幫人哋切盤。同樣地，就好似我上次喺我嘅Fast 內部交流群裏面都同你哋分享過啦。5洲家園而家50平方嗰啲實用嘅兩房係咁打折，之前單價去到22000、23000，即係一個單位兩房110萬，而家平咗差唔多係10幾20萬啦。咁呢類型嘅單位我都同你哋咁樣講，千祈唔好買，因為港澳朋友中意，但係呢啲樓盤呢咁嘅戶型係水土不服，尤其喺而家咧內地第4代住宅嘅衝擊之下，呢啲單位唔單止難賣，仲有呢個保障房啊嘛，以後仲要難租，所以點解發展商而家你哋再都見唔到咩60平方嘅3房或者新起嘅50平方嘅兩房啦 ？OK， 咁都係有啲朋友嘅會講啦，咁我需求就係咁啫嘛，我就中意住兩房。咁如果你真係中意咧，咁你中意就得噶啦，我祝你幸運。咁講到呢度咧，都係今日呢一條片嘅核心內容啦。其實都回歸我之前同你哋講過嘅，就係內地喺珠海買樓，你哋千祈唔好用喺香港嘅港式買樓思維嚟內地。其實咧好多啲港人朋友，其實你哋內地買樓咧，你哋最大嘅障礙其實唔係資金問題，大部分就係思維問題。因為咧，其實咧，你有時睇清楚自己嘅買樓真實需求，就要放低你自己嘅思維慣性。因為其實你要知道咧，可能你發現即係真正適合自己嘅，唔一定係貴價樓盤，係咪？而咧，你真係破除咗嗰啲慣性習慣之後，你去買樓，其實咧你會更加會買到更加好嘅樓盤。OK 啊，因為舉個最好例子啊嘛，你買個好嘅單位，哪怕你而家短期內住得唔係特別舒適，不過以後層樓升，你可以換噶嘛。不過你買咗差嗰啲就係咁噶啦噃。所以咧，買樓唔係買煩惱，而係買一個舒適嘅生活。咁你又點睇咧？咁好啦，呢度咧都做個簡單嘅總結。因為其實咧講樓咧我好自信嘅，不過咧佛學咧我只不過係拋磚引玉。喺呢一 part 咧，我絕對係才疏學淺。如果有學者咧，我希望咧喺我下面度補充 ，OK，upgrade 下我啦。咁當然我都通過呢6點啦，令到你哋知道咧一個全網所有人都未講過一個思維誤區啦。分別係咩咧？識唔好淨係睇外觀園林會所就中晒招啦。升咧就係唔好迷信嗰啲所謂開發商嘅明星。OK， 最好例子就係個天宇集團啊嘛。咁喺香港嘅上市公司而家咧。同埋其實大家都知啦，上市唔一定就代表最好噶嘛。香就係唔好咧受到啲風吹草動你就亂點河馬啦。味就係唔好因為咧嗰度有咩美食啊、誘惑啊、盲目咁樣購房，理性看待，避免咧跌入呢個誤區啦。咁足咧就係唔好盲目咁樣去相信啲戶型，唔好覺得大係咪大劍夾底食，千祈唔好相信啲咁嘅嘢。咁所以就係法啊嘛，就係思維啊嘛。所以咧。唔好用喺香港買樓嘅思維、固位思維嚟產生呢個誤區，包括其實呢一個邏輯咧，澳門朋友只要係境外嘅朋友，
甚至乎其實唔係當地嘅朋友，我覺得都可以幫到你哋。所以咧，根據今日我講嘅案例咧，希望咧屏幕前嘅大家可以放低你嘅執着 ，OK， 重新審視翻自己嘅居住環境或者喺內地嘅生活環境同埋生活方式，因為咧生活方式唔同，你買樓嘅方式都唔同嘅。買樓唔單止係一個投資啊嘛 ，OK， 佢更加係對你生活嘅追求。所以希望咧屏幕前嘅你哋買樓嘅時候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執着，揾到適合自己嘅物業。任何嘢咧睇透之後，自然有解決方法嘅。譬如頭先咧我講嘅就係佛學上面講嘅我執啊嘛，對自我嘅執念啊嘛。所以對於你哋嚟講，都係嗰句破除之前固有嘅認知啦。咁呢度咧我都係俾出幾個比較實在嘅建議，都係啲乾貨嚟嘅。第一個，一定要跳出呢個情感執着，理性咁睇樓，因為好多人佢睇樓一定會帶住自己嘅情緒，我一定要住海景房，我細嘅時候我嘅夢想就一定要買別墅。不過往往你要知道喺內地你買錯啲所謂嘅別墅樓咧，就同買村屋係冇分別嘅。你要知道你買嗰個地方嘅樓，你係去享受嗰度嘅服務。OK， 第二個啦，要相信專業。好多人中意問身邊啲親朋戚友，不過講真啦，隔行如隔山，係咪？好似當年呢個秋官嗰個大時代咁啦。如果當你連清潔阿姨都同你講嗰隻股要買嘅時候，你覺得你應該甩定係繼續揸？最後啦就係你要破除呢個完美嘅執念啦。OK， 該妥協嘅時候要妥協，因為好多人咧往往咧要追求完美嘅樓嘅時候咧，到最後錯過咗時間，錯過咗時機。你一係就買貴，一係就買錯。所以咧，希望通過今日呢個思維上面嘅一個分享啦，令到你哋可以更加喺宏觀同埋理性嘅角度去做出選擇，而唔係睇啲樓盤拍得幾靚幾靚。都係嗰句，哪怕係朗詩新城，我請個攝影師勁嘅，又航拍又近 shot 又遠 shot，我都可以將一個差嘅樓盤拍成神盤。OK， 所以咧，我都經常同你哋咁樣講，一定要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嘛。翻譯成而家嘅中文，其實就係用宏觀嘅角度同埋視覺去睇樓。咁譬如咧，進入我哋嘅私密群組，每人付款199，或者咧升級我哋嘅諮詢服務，用更加宏觀，用更加多嘅角度去睇呢個樓市。OK， 唔係話睇幾樓啊，睇幾大幾大咁樣，冇意義嘅。OK， 甚至同埋咧用 VR 嘅角度去睇樓，令到你哋睇得更加一清二楚，撥開雲霧見青天。咁當然啦，最緊要嘅依然係破除呢個我執。擺低你以前嘅固有成見，向市場學習，向專業學習。因為咧，當一個人用封閉嘅心態嘅時候，你同清朝末嘅慈禧太后冇分別噶嘛。你只有開放交流嘅心態，你先至可以更加理性去做決策。因為咧，你買錯樓就係因為你有錯誤嘅信息，咁最終咧會令到你銀包都會有一個錯誤嘅決策啦。最後咧，樓市係無常嘅，尤其咧而家咧垃圾信息太多啦。尤其我講過今年嘅一個營銷策略同埋營銷手段會多不勝數，呢度我就唔喺度囉嗦啦。希望Wing Sir嘅團隊、專業團隊可以幫到你哋睇清更加多嘅真相。OK， 因為咧你要記住，可能今日嘅機會，聽日就變成坑啊嘛。你用專業嘅團隊，我哋用數據、用新聞，一定比其他嗰啲普通人了解更加多。OK， 令你企喺更加高嘅角度，了解市場嘅變化。咁當然呢度咧都諗起前幾日有個朋友就私信我話，諮詢我，同我講嫌我嘅收費有啲貴。咁當然其實係正常嘅。佢同我講有啲貴，我其實問翻佢啦，你覺得你買錯一層樓付出嘅代價高啲，定係揾阿 Wing Sir 幫你掃除心理障礙？不過咧，淨係需要1個鐘1,800蚊，付出嘅代價多啲啊！咁好啦，記得咧喺 comment 度留言同我講翻你中咗邊個陷阱。咁當然啦，其實仲有更加多嘅區別，譬如話呢個內地嘅法律條例啦，因為內地同埋境外嘅法律區別咧係完全唔同嘅。OK， 因為香港用嘅係英式按例制，內地咧係按呢個教科書咁樣去個執行嘅，統一由政府規定嘅，所以咧處理方式同埋呢個起訴方式都完全唔同。咁當然啦，如果有興趣深入了解嘅朋友，都希望你喺評論區打支持2個字，我睇翻你哋嘅反饋我再努力一下，睇下可唔可以請翻我嘅律師朋友嚟助陣下啦。咁好啦，咁今日我哋節目就講到咁多，希望可以幫到你哋。咁記得如果幫到你哋咧，記得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同埋分享出去，幫助到更加多嘅眾善人得善果。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今日就好多啲朋友喺度諮詢我嘅，橫琴住宅基本上咧係告急嘅，呢個唔係咩飢渴營銷，大家係完全可以 check 到嘅。咁好多朋友唔知道橫琴係咩，我首先同大家講下先啦。其實咧呢個就係成個橫琴島嘅。咁其實咧
橫琴而家最主要有價值嘅就係呢個中央商務區啊！呢個所謂嘅中央商務區，其實嗱俾大家睇翻，其實就係呢一度啊！呢一度就係所謂金融島，即係呢個 IFC 啊嘛啊！成個金融島，因為佢橫琴首先同大家俾一個好簡單嘅一個總結嘅，珠海係咁樣雙引擎，咩雙引擎呢？所有嘅總部、企業總部就基本上集中喺橫琴。好啦，然之後咧嗰啲高新科研就集中喺高新區，呢兩個就係珠海嘅雙引擎。咁好啦，嗱我哋睇翻呢度啦，橫琴咧其實目前咧大家如果唔係話嗰啲專業嘅投資嘅朋友咧，係咪？唔係話嗰啲機構咧，其實橫琴而家目前咧就係得呢一忽，係咪？呢一居住區同埋呢一度係可以居住嘅。咁譬如話長隆啊，包括咩華潤啊，華潤就喺呢一個片區嘅。OK， 華潤喺呢一個片區，咁所以咧，目前橫琴西邊係基本上唔買得啦。呢個休閒度假區啦，就係長隆嗰度啊嘛，係咪？中間係山嚟嘅，橫琴大家要記住，得5% 嘅居住地方嘅啫。咁好啦，有個好消息，不過都唔知係咪好消息，同大家講翻先啦。其實就係咧，橫琴佢而家基本上住宅係告急嘅。嗱，咁大家去睇翻呢度啦。目前其實橫琴咧最後嘅住宅片區就係得呢一度有得賣。就得呢一度嘅咧，啊，就得呢一度。咁呢一度咧，大家可能有時聽得蒙查查。嗱，俾張圖大家睇下就清楚啦。而家基本上咧，就剩翻呢一個橫琴璽，仲有5套住宅單位。